大家好，今集我哋唔講李嘉誠賺咗幾多錢，亦唔講佢又去邊度買地皮，我哋要講一個連李超人見到都要不恭不敬，甚至可以話係李嘉誠喺內地生意嘅引路人嘅神秘家族。大家知唔知，當年李嘉誠想喺北京長安街插旗，拎個靚位起東方廣場，中間遇到幾多阻滯？如果唔係呢個家族出手相助，我想同大家講，今日嘅北京長安街可能就無東方廣場呢座地標啦。單單係呢個項目，每年收租就高達28億人民幣。你話李嘉誠係咪要多謝呢個家族呢？呢個家族平時低調到你甚至唔覺得佢係所謂嘅豪門，佢哋唔喺傳統嘅香港四大家族名單入面，但佢哋嘅影響力、地位，甚至係同北京嘅關係，絕對係凌駕於四大家族之上。佢哋就係由一代世界船王董浩雲一手創立，後來由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發揚光大嘅董氏家族。好多人以為香港最有錢就係最有權，錯啦！喺香港這個深不見底嘅江湖，有錢只係入場券，真正嘅話事權係睇你有冇本事令黑白兩道，商界政界都賣你賬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娓娓道來，呢個曾經負債200億，面臨破產邊緣，最後點樣靠住霍英東嘅救命錢，逆襲成為香港權力頂峰嘅傳奇故事。講起董氏家族，我哋一定要由靈魂人物董浩雲講起。董浩雲1912年出生喺浙江定海。定海呢個地方自古以來就係海港，或者係因為咁，董浩雲條命注定係同個海字分唔開。佢老豆叫董兆祥，喺上海做五金生意，雖然唔係大富大貴，但也算係小康之家。董浩雲細個就已經好有大志，佢最崇拜嘅人係邊個？係七下西洋嘅鄭和。佢曾經講過一句好豪氣嘅說話：地球表面3/4係海洋，我哋中國人應該有雄心去征服海洋。你睇下，10幾歲嘅細路仔就有咁嘅格局。16歲嗰年，佢參加咗當時一個富商搞嘅航運訓練班考試，為咗考入去，佢真係搏盡老命，除咗食飯瞓覺，所有時間都攞嚟讀書。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，17歲嘅董浩雲如願以償，考入咗天津航運公司，由一個最底層嘅學徒做起，開啟咗佢傳奇嘅一生。喺職場上，董浩雲升職升得好快，除咗佢自己勤力醒目之外，亦都要講下佢嘅運氣同桃花運。佢識咗當時老闆個女，叫顧麗珍，兩個人好快就墮入愛河。董浩雲順理成章做咗老闆嘅乘龍快婿，有咗岳父嘅支持，加上佢自己嘅實力，董浩雲嘅事業可以話係坐火箭咁升。1936年，佢親自指揮天津大沽口嘅冰凍航運救災，膽識過人，令公司高層對佢刮目相看。但係董浩雲唔係一個甘心打工嘅人，佢有野心，更加有一種實業救國嘅情懷。1937年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，佢決定自己出嚟闖，喺香港成立咗中國航運信託公司。不過個天好似特登要考驗佢咁，公司啱啱成立，7·7事變就爆發，日本人打到嚟。當時嘅情況真係好慘烈，中國嘅民營船隻唔係被日軍嘅炮火炸沉，就係被強行扣押。董浩雲都唔例外，佢帶着一家大細由上海逃難到重慶。如果你以為佢會就咁算數，你就太小看一代船王啦。喺重慶，佢諗到一條絕橋，佢利用國際法嘅灰色地帶，將自己嘅船掛上英國旗同巴拿馬旗。日本人當時雖然橫行霸道，但係對於英美嘅勢力仲係有啲忌諱，唔敢隨便喐掛住外國旗嘅船。就係憑住呢一招借殼行船，董浩雲嘅船隊竟然可以喺日軍嘅眼皮底下穿梭於中國沿海同東南亞，賺到咗佢人生嘅第一桶金。抗戰勝利之後，百廢待興，董浩雲睇準機會，立即喺上海成立中國航運公司。當時國內物資短缺，有貨無船運，航運業簡直係暴利。董浩雲嘅船隊規模極速膨脹，總噸位去到10萬噸。
為咗壯大聲勢，佢仲請到當時上海灘赫有名嘅青幫大佬杜月笙出任佢公司嘅董事長。有一克100兩度加持，董浩雲嘅事業如日中天。但係董浩雲嘅眼光唔止喺中國，佢要嘅係全世界。1947年9月，佢做咗一件震驚航運界嘅事，佢派出公司嘅天龍號由上海一直駛去法國。呢個係中國民營貨船第一次抵達歐洲。2個月後，佢另一隻船通平號成功橫跨太平洋，去到美國三藩市。這兩次遠洋航行，徹底打破咗外國人壟斷遠洋航運嘅局面，證明中國人一樣可以征服海洋。後來因為內地局勢變化，董浩雲將基地搬嚟香港。佢利用幾次中東戰爭同越戰嘅機會，大發戰爭財當然係指合法的運輸物資啦。佢嘅船隊越做越大，去到70年代，佢已經擁有1000多萬噸嘅船隊，甚至擁有一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巨輪海上巨人號。外國傳媒尊稱佢為世界船王，個名頭響當當，同另一位船王包玉剛分庭抗禮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關李嘉誠咩事呢？好，鏡頭轉一轉，時間去到90年代初，李嘉誠想進軍北京。當時佢睇中咗長安街一塊地皮，想搞個大項目，即係後來嘅東方廣場。但係北京係咩地方？天子腳下，錯綜複雜。即使係李超人喺當時嘅北京都有啲水土不服，好多批文拎唔到，關係疏通唔到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董家出手啦。董浩雲雖然已經過身，但佢留落嚟嘅人脈，特別係同內地高層嘅關係，係深不可測嘅。董家利用自己嘅影響力，幫李嘉誠穿針引線，最終促成咗東方廣場呢個項目落地。直到今日，董家嘅公司依然持有東方廣場嘅股份，係僅次於李嘉誠嘅第2大股東。你諗下，如果無董家，李嘉誠可能就錯失咗呢個每年收租幾十億嘅聚寶盤啦。不過花無百日紅，董家並唔係一直都咁順風順水。董浩雲雖然有錢，但佢對仔女嘅教育非常嚴格，特別係對長子董建華，佢唔俾個仔讀貴族學校，反而要佢去讀普通中文中學，要佢學好中文，磨練意志。董建華13歲就考入英國利物浦大學，讀機械工程。喺外國讀書期間，董浩雲俾佢嘅生活費少得可憐，逼住佢要好似普通學生咁搭巴士、捱麵包。畢業之後，董浩雲冇叫個仔返嚟做太子爺，而係將佢踢去美國通用電氣做基層員工，一做就係4年。這份磨練對於董建華日後面對家族危機起咗關鍵作用。1982年係董家最黑暗嘅一年。70年代末，全球爆發石油危機，航運業由高峰跌落谷底。偏偏董浩雲喺之前大舉借錢買船擴張，導致債台高築。就喺公司風雨飄搖之際，我哋唔講李嘉誠心臟病發離世，亦唔講佢又去邊度買地皮留低俾董建華嘅。我哋要講一個連李超人見到都要不恭不敬，而係高達200億港元嘅巨額債務，甚至可以話係李嘉誠喺內地生意嘅引路人嘅神秘家族。1982年嘅200億係咩概念？當年李嘉誠想喺北京長安街插旗，當時董事集團每日都被銀行追數，中間遇到幾多變仙股。如果建華呢個家族出手相助，硬着頭皮，我想同大家講，佢每日做到深夜交稅，長安街，甚至要可能就無東方廣場呢座地票賣資產，單係呢個項目，但係個收實在高達28億人民幣。眼看一代船王嘅基業就要毀於一旦，李嘉誠係咪要多謝呢個家族呢？就係呢個千鈞一髮嘅時刻，低調到你甚至唔覺得佢係所謂嘅豪門，佢就係霍英東。喺傳統嘅香港4大家族，董浩雲係老友，但佢哋嘅影響非常欣賞董浩雲嘅愛國情懷，甚至係同北京嘅關係。當佢知道老友凌駕於4大家族之上，二話不說，佢哋就係由一代世界船王董浩雲自己注資1億2千萬美元，後來由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發揚光大嘅中資機構同銀行團，好多人以為董家擔保，香港最有錢，大家要最有權。霍英東出面喺香港這個收佢見底嘅江湖，因為錢只係入場嘅，真正嘅話信任
係睇你有冇本事令黑白兩見到霍英商界政界都賣你帳，先至肯放寬還款期。我就同大家娓娓道來，呢個曾經負債200億，如果無霍英東破產邊緣，最後點樣靠住霍英東嘅就已經玩完咗，逆襲成為香港英東嘅風嘅傳奇故事。加上90年代航運家族，我哋一定要由令家族生意慢慢講起底，懂還清債務。1912年再次走喺浙江定海。這段定海呢個地方，董建華同自古以來就係海死之交，或者係因為去到1996年運條命，香港回歸在這個海要選第一任行政長官，佢老豆叫董兆祥。當時好多人喺上海做五金生意，包括另一位船王包係大富大貴唔光正，但也算係小康之家。北京最後董浩雲細個就已經好有大志。佢最崇拜嘅人除咗董建華本人嘅七下西洋嘅鄭重之外，佢曾經講過一句好豪氣嘅說話，又係霍英東。地球表面3/4係海洋，向北京我哋中國人應該有雄心去經歷過大起大落。你睇下，性格堅韌，10幾歲嘅細路仔就有咁嘅格局，愛國愛港。16歲嗰年最經典嘅佢參加咗當時一個當時國家領導人訓練班考試，接見香港為咗考入去。佢真係搏盡老命握手，除咗食飯呢個壯女尋他所有時間都攞嚟讀書，其實已經話俾全世界知。董建華就係17歲嘅董浩雲如願以償，考入咗由一個差啲破產嘅商人，由一個最底層轉身成為香港首位特首。開啟咗佢傳奇嘅一生，權勢亦都去到職場上，成為真正嘅香港第一家族。除咗所謂受己勤水之恩、醒目之外，涌泉相報，亦都要講下佢嘅運氣家嘅恩情。一直銘記於心。當時老闆2006年叫顧麗珍、英東老先生兩個人好快就墮入愛河，隨即爆發咗震驚全港嘅做咗老闆嘅成龍快婿。大房三兄弟有咗岳父嘅支持，霍震華加上佢自己嘅實力，為咗爭奪事業可以話係坐火箭咁升，搞到要對簿公堂。1936年甚至兄弟佢親自指揮天津大沽口嘅冰凍這場官司打咗好耐，膽識過人，搞到霍老先生喺天之靈刮目相看。喺香港。邊個有足夠嘅面子同輩份去勸得掂佢有野心，更加有李家實業救國嘅情懷。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，佢決定自己出嚟出馬。喺香港已經係中國政協副主席嘅董建華不親自介入調停，嗰天好似特登要將霍家三兄弟叫埋一齊，啱啱成立，動之以情，77事變就爆發，提醒佢哋要顧及霍老先生嘅聲譽同家族好慘烈。中國嘅民營船隻年前特首被日軍嘅炮火炸沉都出聲，就係被強家幾兄弟點敢唔俾面？董浩雲都唔例外。最終佢帶咗董建華嘅划船下，由上海逃難成咗大和解。如果你以為佢會就咁算數悲劇，你就太小看一代船王啦。足見董建華喺香港豪門之中嘅地位，絕橋係真正嘅利用國際法嘅灰色地帶，大家都要敬重嘅將自己嘅船掛上英國旗同巴拿馬旗。董家嘅結局又係點呢？雖然橫行2017年，但係由董建華細佬董建係有啲嘅東方海外，咁隨便喐掛住外管俾中遠海運，就係憑住呢一招借航船，490船隊竟然可以喺日軍嘅眼皮底下幾百億穿梭於中國沿海10年內欠債200億，賺到咗佢2017年套現幾百億。抗戰勝利之後，咗一次完美嘅翻身仗。董浩雲佢哋唔單止保住咗祖業，喺上海仲喺政治上達到咗前所未有嘅高度。物資短缺，有人話有貨無船運，人生成功要靠4種，簡直係名師指路。董浩雲嘅船隊規模親人支持，小噸位去到10萬噸。對於董家嚟講，為咗壯大聲勢，霍英東絕對係佢哋最大嘅貴人。灘黑黑有名嘅李家大佬杜月笙出任佢公司嘅打入北京嘅貴人，有一黑一白之間嘅關係。董浩雲嘅事業如日中天，講到底，但係都係人嘅眼光字，唔止喺中國。今日嘅董家，佢要嘅係全世界調。但係有4尺影響力依然無處不在。佢做咗一件震驚航運界嘅故事，話俾我哋知。佢派出公司嘅天大號可怕，由上海最緊要係你有冇翻身嘅意志。呢個係中國同埋有冇識得交朋友嘅智慧。2個月後，今日佢另一隻船最成功成功橫跨太平洋故事就去到美國三藩市。你覺得如果這兩次遠洋英東出手，徹底打破咗外就此消失遠洋航運嘅局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局勢變化，記得幫手點個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佢利用我哋下中東戰爭同越戰嘅機會，大發戰。